这个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甲再生水厂，拄来是全台湾第一座会当供应高科技产业的污水处理厂。面对即马欠水危机，完工以后每一工会当稳定供应0.8万吨的再生水，予民生来使用。目前完工已经9成，商务市场特别前来关心，包括营建署、南科管理局等单位拢到场，会中提出水利局长的简报，5万加减所该用水的难关，嘛降低南科产业用水的竞争。7月份是安平水再生水的推动计划。好，那在106年分别获行政核定之后，那永康这个水质中心含再生水厂的部分是在108年1月份我们签订契约及开工。那到今年110年3月份，大概已经有历时了大概2年的时间。那已经它可以初期现在完成就是我们在第一阶段的现在目前8000吨的一个供水，刚刚有跟市长报告。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在4月份初期可以先提供到2500吨的水，那到今年的5月份开始逐量的提供到8000吨。那这些的相关的一个水质水量的部分呢，因为我们会受到到南科的一个配水池我们用水真的需要节约，除了要开源2个方向，第一个是老天给我们的水，第二个是我们用过的水如何再生，第三个当然有人提到海水淡化，不过那是未来的事情所以我想永康再生水厂一方面来看这个进度，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在这个现在的严重枯水期，能够提供至少是初级的再生水，能够提供给一般非饮用的民生使用。那这点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再生水厂。那估计现在在试运转期间，一天能够提供2500吨，然后接下来的目标是一天能够8000吨。那这个水质的部分现在还在做调控的动作，也就是说，将来如果调得比较好的话，那可以使用一个甚至可以提供高科技厂它的一个对水质的要求。面对欠水危机，市长表示，除了祈求天公伯啊落雨，现阶段上要紧有效的就是再生水的永续利用。当然嘛，呼吁民众一定要节省用水，无希望产厂大台中已经行到规工减压供水的阶段。电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